文青装潢的店内，正忙着清洁工作与接待的店员，却是3位银发长辈。其中原因，原来是因为华山基金会每次到宅关怀访视的时候，都能深切感受到长辈们在生活中的辛酸与孤单，因此特别为长辈日常增添甜蜜滋味的工作安排。来消费的民众看到今天服务的是3位资深店长时，都感到特别新奇。买巧克力的，巧克力是哪个？这个。好，那这个多少钱？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很神奇，就是有一个长辈在那边卖蛋糕，然后长辈的都非常的亲切，然后介绍的非常清楚，觉得很棒。像其实公学他们做这个举动，你觉得蛮暖心的啦。对啊，就是我看到他们刚刚有介绍，就是阿嬷刚刚有帮我介绍说满1200就可以送一个台南当品的蛋，我觉得这很有意义。华山基金会携手知名甜点起司公爵，9日上午在永康东桥门市举办银发甜点店长公益活动，透过行动展现银发活力。起司公爵他从8月的时候就有一款特定的联名蛋糕，然后提拨其中的3%来跟我们华山做一个公益捐赠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做这样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起司公爵来当我们的友善店家，然后带着我们的长辈出来做一日店长。其实对于市区的长辈来说，他们是很少会有这样子可以踏出家门的机会。那更何况，其实他们平常自己在家中是不太能够跟人群有所接触的，所以就这次邀请他们来这边做一日店长，然后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，可以让我们社会大众更多的人去看见我们，就是长辈他们的辛苦。知名甜点起司公爵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同时也能够唤起社会关注独老议题。我们跟华山基金会合作，希望可以让社会上关注更多陪伴独居老人这个重要性。那因此，我们在9月9号的时间，我们将东桥健康门市提供给我们华山基金会的长辈们一起来参与，来走出我们家门，一起来动一动，来接触销售或者是服务客人，让我们提升老人家重新接触社会自信心跟行动力的部分。那我们这一阵子只要满1200元，我们就会赠送台南蛋品的1盒这个非常健康的鸡蛋，希望让社会共襄盛举。守护长辈，把爱送到家。华山基金会秉持在地老化、社区互助等理念，提供失医、失能、失智长辈多项免费关怀服务。目前进行中的2025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，募集中秋关怀礼，也期待更多有爱心的民众一起加入关怀弱势长辈的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